跳摆以前，有一只客家后3年，他用这一生以内世界1000个传说中的故事，他爬过最高的山，舔过最深的大海，这故事原来在他的心中。突然之间，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歌，传到夜尾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共爱的客家人，远方的故乡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歌，传到夜尾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共爱从爱未来，远方的故乡。远方的故爱上有多漂亮，对待那故乡爱多长暖到那宋伟，你怎么会醉成这样？怎么样？你不是找我？我现在在这里啊。宋伟，宋伟，宋伟。谢谢。我们分手吧。君妾，这样下去，就算我们照原定计划结婚，我们也得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幸福。如果是因为昨天，早知道我就不要跟那客户出去。不是客户的问题，也不是你去跟人家喝酒应酬，而是在你的身上我找不到当女人的幸福。难道你还不懂吗？你自以为是的幸福，是你用钱堆出来的假象，而我要的幸福是真正的关系，你懂吗？君妾，我不懂，你为什么说我不关心你？从交往到现在，我一直都不舍得你吃一点苦，所以只要你想要的，我都会给你。难道你感受不到吗？但是这种关心
你今天情绪不太好，我们不要谈这个问题。关系是两个人的，你也不能单方面做决定，不是吗？这件事，等10周年活动结束之后再说。既然关系是两个人的，为什么永远都是你在做决定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当初我要听到那个笨蛋讲的话？为什么又会心软，回到你身边？顺伟，可以 OK？ 我没事，昨天陪客户出去了一天，有点累。不要把自己弄这么累嘛，偶尔要留点时间给自己，还有陪陪君倩啊。我又准备好了，来讨论一下吧。第一条，我想把时间从年底到明年的8月。那第二条呢，就是觉得你为什么这么确定，桂芬就是你这一辈子唯一的女人？因为女人是用来爱的啊，只要你让她随时感觉到爱情的存在，就算她有一丝丝想要逃的念头，也会因为爱而消失。这就是我留住桂芬的唯一方法。我打扰你了吗？我已经完成一把了。怎么了？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哎，总觉得好像不是你的 style 哎。我的 style， 我的 style 是什么？爱心只想啊。抱歉，我知道你的创作跟公司的活动是两回事，但是我还是……我是按照设计图上面的要求做的。过2天我会跟空间设计师讨论，看怎么把这些伞吊在会场上。我明天进办公室马上帮你打电话。谢谢。你要休息了吗？还是你想要出去走走？你不是要当我的向导？几分钟做落的？吼，做遐好安尼乱走啦，也好诶呐，吼，几分钟做了阴热天天哦，认准唔见体。叫伊几分钟啊？结果好无？惊伊讲乜解？吼，迄有看到主人对伊的好，毋出伫几分啊，迄米骨吼，是错的啦。就迄份哦，叫做安用偷偷掩掩啦，还从迄感觉，毋中用的老家爸交代。哎哟，唔会啦，用眼过吼，佢唔会计较遐着啦。佢创始的一定要几分的幸福啊！哎，几房啊？唔见到得片的，形象的啊？日本特片在客户面前难做人嘛？爱奈敢，假死妹哦！天动戏么，拢在苹果里头台北，每笔几来的？得苹果哦，
其实像我的向阳，不过刘总诶，同佮相往的西毛诶，偏拢讲讲准。另外呢哦，外科技量啥唔系遐种人啊？嘿，你都唔相信吧？此个一台不可能。各位，我保证哦，明天不让下去。唔好听伊乱讲啦。嘿，我有乱讲，反正我讲嘛个哦，你也都无相信啦。哼，我谁信？桂芳啊！唔是喊啦，几位归来哦，伊天那个特片哦，喊佢贵嘅啦。两个哦，到台北一天有假，按太人咧，马个事情哦就唔会太影响。叫，当下个心肝肚哦，我希望讲，迄有机会的话，给王小姐啊，做同样特片哦，搞看啊。迄个贵妇哦，对不起特片啦，当下个心肝肚哦，感觉。对唔同孙哥改坏势哦！哎哟，安尼事情啊，也免爱人想一样诶，做成样诶啊！爱同父孙啊，要改上得平哦，有咧好诶归宿啊！唉，总系啊，家己种高兴啊！总爱欠佢啊，唔同孙哥年纪啊大诶。咁无上个男孙呢？哎呦，条讲哟，你唔是少啦，叫到会出来耶，来同父孙啊，做出款可以啦。哎，反正啊，几好啊，买条最好诶啦。唉，迄讲到一只王小姐啊，买对家印象啊，啥唔好查啦。总系啊，佢同个刘总嘅两三年嘅关系，爱人要搞唔清楚。迄无咩好啊，要行到嘛介厉害哦。来看啦，这片哦，应该伫样样做啦。夜烟风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从来未来。最近是有事情没？让我去乱救啊！唔到台北，做到有嘛个事情啊？唉，骗你个事情哦，就会事情啊。从来就冇将爱啊，童年啊，把变个情感度。 Sophia，这些年吼，到台北见下世面，怎么还发现哦？本应14月拖去台北，俺都见世面哦。我看伊哦，他同俺作对。呀，迄面底的，俺就无介意，他同样福气给你来无？做嘛干嘛？个事情怪亲眼啊！再用下去哦，你个电脑公司叔叔诶，回来本俺看得你。阿喜啊，我无反对哦，你同贵凤来无？唔过俺希望哦，你做到贵来不卡。结果，唔听廖三讲迄恐惊事情啊，喊你迄个鬼来无卡，我通天讲过诶，我对做家己都无兴趣啊，用满意，你等下计迄个做俺无中意做的事情啊。阿喜啊，这不卡是让人讲，骂人都讲咯。你还用面皮讲法啊？生气根本就骗做安样，迄童年好嘅，做阿爸嘅，无做阿爸嘅用嘅，咩都生年嘅，咩童年强用？我那咪做唔错啊，我妈天无做唔得本来做模范啊。按样讲，迄眼嘅唔错，阿爸都呀，唔敢承认，按多年来，你对林明明冇意思啊？你一天在生意面前讲那种事情哦。 你看清楚，你阿爸就还按用给你，干
你要同佢共用。好啊，我讲就讲啊，好得啦，阿姨抢也无抢伊啊，佢头脑比较清楚啦。我吼，迄无托讲嘛该受啦，但迄哦，我还伫咧做人的道理啊，做老公的，规年招都落尾去啊，做来的，要天天爱用做啊。俺那句话，建议咧，像后生多多啊，当然就安坏东坏西啊。你想看看啊，那做嘛该无想要鬼落不卡啦，就迄因为你啊，你啊种人啊，万年过会下去啊。我所下全部都挨嘅唔错咯。唔因为，咱用去嫁本唔啊，係因為唔嘅阿爸按省心嘅分數，挨咪上要當一份事，係挨對苗呢，嫁到米龍來。按去為到一幾年，我用去安慰佢，留到下邊啊。好嘞啦，不是黑面啦，咱不能闭嘴了，因为佛医的吼，既然對我無意，唔走，你做乜該啦？你走啦！當然冇應該事，我冇想看到你幼稚呀，你走！好，有一日啊，你為到你所講嘅飯後就後悔啦，哼！全部就騙你嘅，就騙你嘅。阿姨啊，無關也沒好嘛，唔怪伊，咁我怪伊啊！我感覺你就怪我。其實也沒講嘅花哦，係色彩花。從頭擺到了下，我對妹妹嘅心意一直冇改變。不過感情，說唔得強求。故說，我同我對妹妹嘅感情，一直放在我嘅心肝度。廿幾年，我做嘅做嘅，就陪在佢嘅身邊，同佢聽書。該你做嘛呀？我偷媽媽。你做嘛嘅？也沒一次冇放棄，我飛到人看什麼嘅。我想啊，你就下個男人嘅命啊，為咗扶持家庭，做到俾人繼續傳承下去，從頭到尾也唔是改變啊。爸，你唔是同我講的啊？你嫁咗我有嘅冇嘅啦，我談都冇一談嘅啦。唔過人家做唔得冇承認啊，因為太過犧牲，有啲真係根本人啊。我係相當認同佢，100個年嘅理想，只要猜眼都要推到斷頭，點啊？我喺心講該艱苦，阿姨啊，我啲意思想我過自己嘅身份，嗰是把東西係永遠牽唔斷。答應我，同我歸去，同人哋費事你好冇？
我根本哦，绝对唔会再忍的。唔信无？我吼伊下面用眼个过来啊哈！唔去啊，唔去啊！去查某卡，你根本唔爱啊！你去掀起来啊！当面面要甲你哦，同他讲清楚。看你哦，向咱用复兴，啊，向员工机啊！当然很员工机啊。玉凤，你同阿姨费事哩。阿姨，歹势啦，迄个同事伊带到台北。其实唐飞是你，你偏把我答应啦哈！还答应我？我来啊！你听我讲，我心中里边有恨，我恨你，抢走我的全部，特别恨你。所有的事情，就会因为你。我的生意就会本我开始的。也很奇怪的事情啊，我突然有嘛个事，这个哦，我唔是甲老公来的，汉朝拢爱落答应，也嘛个偷离啦。姐啊，唔安呀，用眼说，有嘛该发好讲，唔是案件啦。你根本我该好讲的。心去走，永远要走。强求我死好的，我死好的！用眼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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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用的吗？你用的无啊？佮讲起来哦，要怪奇怪。可能因为我知道，我对唔起阿妹，我煞见到竟唔敢看到去。我可能几年以来，我甘愿自家出去打拼我的身体，也无想带到屋卡。其实啦，我同妹妹讲过啊，我记啊，同桂芳加饭去，不过桂芳去啊。爸，你同我提过情的哦。我无法度完成个心愿哦，迄下去做阿爸哟，无才调无本事啊。爸，你拍到哪门诶？去做酒油啦，养养囡吼无才不卡，也没有同我严家，好爱哦，唔记得养的啦。爸，该你多少忙啊？我这小吼，我这个年纪吼，要么按无用咯，跟你没强用，连个小妹吼也对唔到。爸，你按讲你懂某些事呢？你看，你要筹的呢，迄个公司呢，还没无简单哦，有一家公司啊。啊是啊。可能啊，讲嘅话吼，你无中意谈啊，也无想我同人合作自在的。不过谈来讲，但因为你个来吼，我一次次个该叫我的，想要知道吼，该安慰。冇想到，因着迄多咧种嘅情形下。同我讲了就发的，爸，其实哦，你做到啦，同我讲了就发哦，无天数过去个几年啦，我都唔会经常去变嘅。然后
就剩杨梅啦。其实这吼，我冇安全感，加上了吼，迄回报期的时间，硬啲啦，无反应杨梅讲。佮唔过吼，你天发的嘛，佮蛮大落呀。几房啊？你先接吧。喂，几房？妈事情啊？妈该啊！俺妈出事情了，爸，妈出事情了啦！俺都验是鬼啊！你用眼说啊，你不该变个中国奶啊！你来做啊，情况呀？用眼说，安尼哦，安尼送你去医院哦。用眼说啊，怎嘛该喏？根本呀吼，就算调解员对呀吼，你嘛该发，我也照讲的啦。其实啦，唔该幸福的，对无？看看我哋调解员，用眼讲吼，是只有睇按多年了。其实真是二长，我同妈一长咯，同天公伯长嘿。我讲啊吼，我年的得品啊，你冇变也是气较好啊。今日也看到。几分啊，加都未过去，你嚟过都还过好啊。唔过俺娘的烟啊，无也怎么样吼，拖到几分也才生气了，佢嘛较用咯。唉，要面对现实啦，总。唉，我讲啊，俺就用安尼做唔知，你头家用我做乜认真咯？看看团体啦，也出很认真啦。桥啊，唔好讲的啦，我人讲哦，我这种坏事。来，唔免唔演啦，啊演用嘛该用咯。再讲讲吼，下面做要做西施的呀，俺那发慢有谈咯。用眼说啊，凡事啊欢欢喜喜最重要啦，唔上岸多啊，做迄退起家情烦恼听听啦。变几钱多的啦？你等下袂生气哦？阿姨，若阁同一摆拢去说你啦，俺唔伫同生气，带到台北，我不爱去。贵宝啊，来看吼，有看你先规矩好的啦。get 到位啦！哎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有没有冲动了啊？用眼说。好啦好啦，既然吼唔能用啥子规划的，咱来用眼说都搞好咧，俺都要规矩的啦。多谢哈。用眼膏啊，好好同用眼说讲，用的对一家人的，无乜该做唔得讲的啦。没提啊。今日是你几个啊？多谢哈。妈，反正啦，我同爸唔免这么磨人啦，你是冇叫的啦，妈。妈，冇叫的啦，唔看到用眼说啊，还蛮温柔。那有冇啲？你就看用员工用的作为啊，很别生气啦。啊，哎，贵芳啊，其实要把用眼说吼，唔免因为同生气台北好上万钱呢。那当然的呀。哎，你也免因为调工用啊，唔是蒙古去调工用同样个用眼说啊。叫伊，俺记种子嘛，记就是俺又没唔得。哎，真好。唉，家好万事兴啦，希望哦用眼沟通用眼说哦，记得唔好过严格。有可能。老赖，老，注意安全过来啊！小心啊！小心一点。后尾等我，你條河做到喺邊？應該我嗰段時間真係，佢用咗呢段時間。
我已经有处理到。较好无？来干本你了，你是哪年？你的天界，你爱养父。爸，唔免挨再讲呀，你做年老公哦，你要做到暗查啊。阿姨啊，你係咪應該衰夢啊？錯咧，媽，俺咁保證咱擺啊，唔好讓人發脾氣啊。不過，俺盡量啦。最少哦，咱問阿姨奶啊，俺就會同講啊，好。夜宴風的故鄉又響起，講愛講愛從來未落。媽，俺咁保證咱擺啊，唔好讓人發脾氣啊。不過，俺盡量啦。最少哦，咱問阿姨奶啊，俺就會同講啊，好。你有嘅啦，幾耐你無講唔錯，唔叫我。係先啦，你唔出手哦，應該做唔做？其實我唔記得你有同你講，從今日開始都練下，每一次冇衝線，從不難見。一次量，下面唔點樣我做？如果你放心啦，就兩開始哦，我用啦最大嘅精力，我照顧你，保護你，好冇？你我同你講我叫好冇？弟弟吼，俺20年前啊，就去冲表，妹妹等到结婚，连两次也去时间度，真有爱。小菲啊，幾多歲你呢？跟你講發出聲營養嘅喏。可以唔愛啊？向味道你，唔少過度去回饋。你下擺看到你咯？係，不是哥哥。你唔好猜，請你麻煩哦。我係問高鐵，你幾萬計？你難解啊？唔會啊。有一奶哦。水夢啊！我呢條呢，我都未試過。有什麼？要便宜好嗎？先點啊！喂，嘿，我哋啲檔家都整理好你啦，唔等等下開車來收都好 ，OK？ 我等下等唔等啊？好，拜拜。给你听不？冇啊。干这么哪凶什么东西啊？我打算哦，同公司收益了。哈，公司还无简单，怎好的呢？哎呦，你莫来啦！这迄面也嘛的问题啊，既然在欠。唔咩啦，佢就是呢哦，係該正常啊。當中錯不嘢啦，乜事情都冇發生過樣啊。干这么包东西？你唔好啲嘢啦，哎哦，係客家男人呢，只不卡事業哦，係愛責任啊。吼，因為是迄那個時候，我為這種事情感覺有責任感嘛。你又沒得蘋果。歹勢啦，我沒特別做人同這蘋果比。冇關係啦，我習慣你啦。
拢会把跳拿，伊当作拍跳拿模尔。加上哦，伊同我讲迄有诶模呀，我想哦，对其他人来讲哦，还听得不好子。我讲迄真金花呢？爱的，张黑哦，他们讲的头发，拢平常这里都无像。咱爸啊，都要习惯的啦。错啦，迄也不卡咱爸我阮家己哦，穿还是好嘞啊，做算一下便宜下，吼。心意哦，你真的吼。妈。阿姨，有点听无啊？该还是不要。闺房啊，等一下。妈，你要做嘛啦？你做嘛咁紧张啊？硬要带吼210番条的，现闺房吼恐怕是做唔得啦。哎呦，我妹都暗乱哦。假使吼爱迄人口，爱哦绝对唔会痛卖。阿姨，多谢。以后你听娘妈不能要留下来平时的。干你的什么？爱减肥啦。神经病啊！你按车减嘛还肥啊？干嘛事？来啦，是啦，是啦。来，坐了，坐了。感谢爸公保佑我，做得同我姐来亲转来，最重要，我无适应我最好嘅朋友。做俾你道歉。讲乜嘅道歉咯？其实啊，我早就想去请机会同用元素好好的讲一下，就是没想到迄错比安样的场面，唉，也好啦，总算哦同花讲开的，用元素有用的嘛？我顶下条来哦，对小朋友哪用心？古底下有几人将来家己的生意，也就开始时间哦，皮小费啊。我是不是去同天乐公司输起来啊？佢无法度啊，年纪大哦，应该退休的啦。生意唔係同天樂誒，對家己生意咁有興趣。你媽人講哦，拖馬嘅樹就應該做馬嘅生哦。生意這個願意哦。應該要啦，你只夠同我講嘅。因為啊，我真神喺幾代同我聽書啊。也唔係啦，就會知道聽未來嘅生意。爹啊，你看買入來。哦，還有人做啊？喲，你那條手裏多咩？用元素哦，來到請藝人啦，就請佢嚟食飯。哦，來，坐啦，坐啦。平常無買人，總係同阿叫啦。係啦，平常吼，也就是都較凊彩啦。有人做，安尼做得冇？唔是生意啊哈，來，都是得位。是啦，有人做好是啦哦。我聽講生意要幾來去甲要卡天數做些啊？那你講嘅？哦，
我甲拄到永年哥，伊同我讲的啦。哎呦，做嘛袂做咯？来通唐贵芳讲啊吼，是迄个生理做到默默的啊。我要安样同永年哥讲，这本生意呢吼，迄发展日之间，不过永年哥好像无乜该同伊来讲的呢。也同样的哦，哪个事情去想法就无强用啊，像遐个事情哦，去强用的。哈，你也唔希望先去其他创业无？我家己生囝哦，就做轮下啊，反正倒要去发展。再讲哦，我家哦嘛无啥会赚钱。啊，是伊的意思嘞。也正经毋伫哦，迄生意咧上改啊。若刚好张伟新去的公司过来，我跟你无同我讲哦。我想哦，怕反正都唔讲啦。可能哦，迄唔盼得，咱唔敢同伊讲。不管用来讲，迄生意要去变出来的啊。嘿啊。你真的攀对了？反正哦，我妹妹做生意了啦。从小哦，我就听人家讲过，讲安尼较简单哦，试唔会做生意。哎，你安尼讲都唔错个，不过我爸过要做生意的。你阿爸，你阿爸哦，做嘛事情哦，拢是骗伊无重要，你阿妈没迄啊。所以啊，让我讲出咯，安尼才怪人。好啦，我真嘅听哦，我听到伊出统计啦。做到哦，同你在2年后没好啦，为着哦，伊按照做我无做咧，咱买又买问题哦，也唔好去按定啦。好啦，我听过伊他做重拍那件事情，行啊。行啊，贵平阿妈吃饭哦。你先归去啦，我的生意你够了。用诶。今日暗晡了，迄个水某伊暗晡哦，流到了，你要甜诶，都无简单哦，我会当入了家公司啊，今日哦，我会倒了去做物去。甲咱买东西几落来配身吼？不是的啦，我这生意哦，流到了去就好个。幼年啊，这生意哦，要从公司输起来，你做嘛该无同我讲啊？今年迄一喙耳毛几落不卡？迄按人算无错啊，不过哦，硬定咱用对伊哦，迄毋迄有着过分啊？跟来讲唔简单哦，将同家公司输起来，来讲也过分哦。我猜讲啊，
等去几落，唔免强养过伫公司啊，等下去公司呢。迄两个公司，没伊个公司呢。去唔七下困啊，去所嘛个公司哦。你啊今年哦，不用去安心啦，拉嘞啦，年就50个人啦。等于哦，几落同埋好啦，其中要伫哦，嘛该做生理。反正哦，我觉得一听到伊去几个就错的。嘿，我讲奇怪啦，你都在求那一片啊？我去到那一边，我哦，马上做唔天数。哎，什么蛮奇怪啊？朋友，用啊，冲翻的，这么强哦，一次哦，同阿姨天主讲法。好彩吼，我无教本哦，做自杂嘅师傅哦，无吼呀嘅神父吼，我暗用过哦。我虽然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我知道要在别人面前演戏很辛苦的。我们在一起吧。郭德明，我是这样对你，你又是这样对我。